喺生活中，我相信你一定有過同唔同人相遇，並產生唔同反應嘅經驗。當我哋遇到一個快樂、充滿正能量嘅人，通常會感受到佢嘅震動，呢種情況令我哋嘅心情變得更好，整個交流過程更加愉快。相對地，當我哋同情緒低落或者充滿負面能量嘅人互動時，呢種低頻震動可能會影響我哋嘅情緒，令我哋感到沉重或者不安。因此，震動唔單止影響住我哋內心嘅感受，仲深刻影響住我哋同他人之間嘅關係，形成一種互動嘅能量場。交流產生嘅震動原來可以從科學理解。震動係物體來回移動嘅過程。當一個物體受到力量時，佢會喺某個位置附近上下或者左右擺動。呢種來回嘅運動可以係快或者慢，並且係時間上重複發生。例如，吉他弦被彈奏後會快速震動，產生聲音，而搖晃嘅秋千則會慢慢地左右擺動。呢種運動就係震動嘅基本特徵。震動無處不在，每一種情感同思想都可以產生獨特嘅震動頻率。呢啲震動影響住我哋嘅內部狀態以及同他人之間嘅互動。當我哋感到快樂、愛或者感恩時，呢啲高頻震動會吸引積極嘅能量，促進良好嘅人際關係同和諧嘅生活環境。相反，低頻震動，例如焦慮、憤怒同恐懼，則可能導致消極嘅情緒同緊張嘅關係。震動同頻率密切相關，頻率指嘅係震動喺一定時間內重複嘅次數，通常以赫茲赫茲為單位。當物體震動得越快，頻率就越高，相反，震動得越慢，頻率就越低。呢種頻率嘅變化對我哋生活有着重要影響。高頻率嘅震動通常同積極情緒同能量相關，例如快樂、愛同創造力。呢種高頻率能吸引更多正能量，促進良好嘅人際關係同和諧嘅環境。而低頻率嘅震動則通常同負面情緒有關，例如焦慮、憤怒同悲傷。呢啲低頻震動可能會令我哋感到沮喪，影響我哋同他人嘅互動。咁，同頻共振其實係咩意思？簡單嚟講，當一個物體嘅自然頻率同另一個物件嘅震動頻率相匹配時，就會發生共振。呢種情況下，物體會產生強烈嘅反應，因為外來震動能夠有效地增強物體本身嘅震動。例如，當你喺一個秋千上搖擺時，如果你嘅推動頻率恰好同秋千嘅自然擺動頻率一致，秋千就會越搖越高，因為你嘅力量同秋千本身嘅運動完美配合。相反，如果你嘅推動頻率唔一致，秋千就可能搖得唔穩定，甚至停下嚟。喺靈性層面上，當我哋內心嘅頻率同宇宙或周圍環境嘅震動頻率相一致時，我哋會感受到更深層次嘅連結同和諧。呢種共振狀態可以幫助我哋釋放負面情緒，提升內心嘅平靜感，並增強同他人之間嘅關係。所以，理解共振嘅概念可以幫助我哋更好地調整自己嘅情緒同能量，從而促進生活中嘅和諧與滿足。當我哋同身邊嘅人建立起共振，無論喺情感上定係能量上，都能夠創造出一種積極嘅氛圍，令大家都感受到正能量。總之，共振不單止係一種物理現象，仲係一種深層次嘅情感和能量連結。當我哋明白點樣利用呢種共振去提升自己嘅震動，就能夠吸引更多積極嘅經驗，改善生活質量。正念練習同樣可以有效提升震動。專注於當下嘅經驗，培養感恩同喜悅嘅情感，可以令我哋更容易保持高頻震動。音樂同聲音療法亦係提升震動嘅有效方法。聆聽高頻音樂或者使用音叉等工具，可以幫助我哋調整震動，增強內在嘅能量。提升震動同和諧嘅音樂方面，可以考慮聆聽以下幾種頻率：528赫茲，叫做愛的頻率，有助於治療同內在平和；432赫茲，呢個係自然嘅音樂頻率，能夠促進和諧同平靜；639赫茲，可以增強人際關係同愛嘅連結；仲有852赫茲，促進靈性覺醒同直覺。
呢啲頻率嘅音樂可以幫你提升振動，增強內在能量，亦可以更容易進入正念狀態。與自然接觸係提升振動嘅另一個重要方法。散步、靜坐或者享受大自然嘅美好，可以令我哋嘅心靈得到滋養，進一步提升我哋嘅振動頻率。最後，積極思維嘅練習同樣唔可以忽視。通過正面思維同自我肯定，我哋可以增強內心嘅正能量，從而提高情感嘅振動。透過呢啲方法，我哋可以有效提升自己嘅振動，吸引更高頻率嘅能量，改善生活質量同促進同他人之間嘅關係。呢種提升唔單止係個人成長嘅過程，仲有助於我哋喺日常生活中找到更深嘅和諧同滿足。